亲爱的兄姐平安。我们聚会即将开始，请交谊厅的弟兄姐妹进场就前就座。之后就要开始聚会，请各位兄姐预备心。请大家有2点注意，不要时带进会堂。也请你们将手机关到震动或飞行模式。谢谢各位的配合。一切的恩赐，皆是你所赐，平安爱喜乐，永流如江河。耶稣基督我救主，胜过这世上万物，祝福的泉源在我心，永流直到永远。当我说弟兄姐妹平安的时候，每一个人就请就坐了。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哈利路亚！看到我们每一只羊一个一个回到在神的里面，在神的殿堂里面，这是充满了喜乐。阿们。感谢主，你来到这里，你有没有预备好要来用你的手、用你的脚、用你的肢体来赞美神？你有预备好吗？声音好微弱，阿们吗？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这个时刻呢，牧师邀请我们一同起立，让我们的心安静下来，因为我们要敬拜神。哈利路亚！请将我们的双手来举起，我们要邀请圣灵大大的内住在我们里面。哈利路亚！将我们的手举起，哈利路亚！我们一起说：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渴慕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用30秒的时间与圣灵对话。可能你今天来之前，你遇到了一些事，可能你健康上面有什么样的状况，可能你跟人的关系或你的思维里边有什么消极的事情，但是你跟圣灵说：圣灵，我要来敬拜你，所有一切不属神的都离开我，都离开我。哈利路亚！我单单的要敬拜神，我单单的要来敬拜神。谢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用主祷文，我们一起来祷告，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我们出生是为了要来敬拜神，阿们。我们所有的
开口可以发出声音的，都是为了要来赞美神。阿们，阿们。我们的肢体是为了要舞蹈来赞美神。阿们，阿们。我们来赞美神，用3次的哈利路亚把荣耀归给主。哈利路亚！举起我们的右手，我们来宣告：1、2、3，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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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我们一起喜乐的来到上帝的宝座前，大声敬拜他。跟你旁边的说，你今天的歌声真好听，今天的歌声真好听。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惧谁呢？我们一起来敬拜他。在天上有谁？除了你在地上，我也没
主，我们的上帝现在正坐在宝座上，请听我们的敬拜。我们一起用感恩的心来敬拜他。圣洁荣耀。
所信的神是圣洁、荣耀、有能力，是尊贵的。神他说他造了我们人类，把他的形象放在我们的当中，因此神是圣洁、荣耀。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形象？阿们吗？阿们。哈利路亚，弟兄姐妹，神他乐意将他的能力赏赐给我们，因此我们拥有神所赐给我们在我们里面的那权柄，我们要有我们的权柄，用神在我们里面的圣洁，我们要分赐，要分赐。因此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就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分赐的一个彰显。我们要透过祷告，把我们所求的事在基督里的应许都是是的。阿们。感谢主。我们等一下有了 RPG， 我们要为明天连续3天有57位的亲子牧区的家长们跟儿童们还有青少年，他们要到司马库斯的旁边的司马县山上，在那里有一个营会，领袖营会3天的露营，所以我们要为他们的天气交通来祷告，让他们在那里的得着自从神来的智慧。阿们吗？哈利路亚。这个时候我们要来一个一个找来，我们来跟旁边的人，会的带不会的，我们来 RPG。我们的铁三角同工来看一下，有比较新来的，我们就来帮助他 RPG 的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的呼求神必应许。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主。主啊，你的荣耀充满全地。主，当我们为儿童牧区祷告、亲子礼拜祷告的时候，主啊，你要为我们预备，为我们预备，神你自己的荣耀在那山上里面。主啊，让每一个人的心都是归属于你，让每一个父母亲他们知道如何透过这样的隐会，在孩子的身上能够扎下那信仰的根基。谢谢我的主，谢谢主的荣耀。谢谢主你的荣耀，哈利路亚，谢谢主。是的，主，我们的祷告你就运行在这其中，阿们。主耶稣说，天父的荣耀充场传扬，奇妙的作为，张开双手，万物的帮助，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
得荣耀的。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我要请这一边牧师的右手边的弟兄姐妹来唱，来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哈利路亚！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我们请另外一边的来。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我们的神，弟兄姐妹来唱。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继续敬拜全能的是的，主你何等的荣美！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哈利路亚！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用我们全然的能力来颂赞他。尊贵能力都归弟兄姐妹，牧师问你，你所敬拜的神在你的位置的哪一方？你指出来。你所敬拜的神在你的位置的哪一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在宝座上，他高过我们。因此，当我们举手的时候，就是高过我们的头，就是尊他为荣耀。这就是我们所敬拜的神。当他荣耀的时候，他的子民就荣耀。阿门。谢谢主，我们要把这样赞美的掌声归给我们的耶稣，好吗？哈利路亚。我们给耶稣的声音不要太客气。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的荣耀，谢谢主。来，永光的尊荣文化。哈利路亚，赞美主！这个时候，我们要来攻读圣经，圣记载在箴言10章1到12节。琴，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耶和华不使义人受饥饿，恶人所欲的他必推开。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夏天聚练的是智慧之子，收割时沉睡的是贻羞之子。福祉临到义人的头，强暴蒙蔽恶人的口。义人的纪念被称赞，恶人的名字必朽烂。心中智慧的必受命令，口里愚妄的必致倾倒。行正直路的步步安稳，走曲道的必致败露。以眼传神的使人忧患，口里愚妄的必致倾倒。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强暴蒙蔽恶人的口。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圣经读到这里，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灵粮。牧师，请。
在我们的主任牧师他要讲道之前呢，牧师要先请我们一位我们在这一届毕业的领袖班的学员，我们请秀慧来到我们当中。秀慧是哪一个小组的？欢呼一下来！感谢主，秀慧呢，她的生命呢，真的是一个非常波折的一个经历，很低谷的经历就发生在她的里面。然而我们现在看到她是完全更新复兴的生命，每一个人都想要知道这个答案，每一个人也想要拥有，好吗？我们就请秀慧再一次用热烈掌声。亲爱的永光家人们，平安！我是培育学校第18届的毕业生冯秀慧。其实我很爱上培育课程，因为可以跟牧师还有同学互动，非常的有趣。课程一开始不是都有破冰游戏吗？我们不是在倒那个福杯吗？然后潘牧师他很淘气，他很顽皮，他就故意撞我一下，害我吓一跳。然后就我说：“哎呦，那安呢？”然后我永远记得那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笑得很开心。然后呢，课程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雁行理论，我真的很感动。我看见神对我们的设计，精心的设计，让我也想在小组在教会里面能够成为给力的神队友，像那个燕子一样。然后呢，神更透过一首诗歌来医治释放我，就是我感谢神带我回到我们的亲爱的永光教会，我终于学会顺服神，拜倒在周牧师、潘牧师的石榴裙下。其实是圣袍底下啦，对，因为我之前呢，我总是没有办法谦卑下来，你知道吗？然后又加上坏脾气，然后但因为神对我让我对齐他的话语，然后用培育课程来加固我，让我能喝灵奶，配干粮，充充足足的浇灌我，就是领受美好的那个 soaking 画图的时光跟信仰生活，那个画图时光是很享受的，尤其在着色的时候。那我的小组长说我是被更新的啦，然后是勇敢传福音的基督徒，感谢主。我觉得我很蒙福哦，因为当我身体宕机的时候，就是忧郁症啦，我正在上培育学校，我时常会第一时间请潘牧师帮我祷告，因为我跟他说我很不舒服，然后牧师就张开他的双臂拥抱我，帮我祷告。殊不知这个祷告是活泼有功效的，神透过他的教会来医治我。我的医生呢有很多的病人，他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得特别快，然后他心中满满的问号。但我全身心都是惊叹号。我跟我的医生说，我在全教会的面前，在大家的面前长大。然后慧燕老师说我在课后班登大人，大家都看得到。所以就是，我不但接受了神的医治，还接受神的医美。我的脸就像打了砰砰针，如假包换。然后呢，所以说，有一句广告词就是你不但可以与时光逆行，还可以与神同行。真的，我觉得神大大的医治了我，是神真的医治了我，只有神能够做这件事。然后我真的是体会那句话，约伯那句话：神啊，从前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见你。真的，挤不出眼泪，本来想哭的。因为我现在太喜乐，你知道吗？哭不出来哈。然后在培育学校接受装备呢，就是在神的公义的外袍上穿上全副的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能拿起圣灵的宝剑，也就是神的话，站立得住，还站立得稳。我虽然扑倒了，但神将我搀扶起来。你知道这个是多神奇的一件事吗？非常神奇。然后呢，
我开始就是能够用神的话语来跟世界对话，就是一些世俗的话语，譬如说，哦，好有缘分哦，我不喜欢这句话。我觉得神让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我就把这句话跟贝斯特说，不是有缘啦，是神让我们得益处啦。这样我喜欢这样子来做一些改变。然后呢，我每次小组聚会主日啊，我都觉得各样的服事，那个都是神赐给我的恩典，让我健康的能够出现在教会里服事，那就是神的恩典。因为你可以健康的、有时间的来服事神。然后我觉得就是我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然后同时培育课程它是怎样呢？它不是你拖住根，是根拖住我们，神用培育课程来拖住我们每个人。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很聪明，是聪明的童女，我选择了上好的福分。然后我似乎掌握到保罗那个喜乐的秘诀，那希望大家也来得到这个秘诀。亲爱的家人们，就是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我们是得胜有余了。我的神叫我的喜乐得以满足，他夺回我喜乐的果子。然后呢，神他很可爱，他要滋润我们的白骨医治我们的白骨，滋润我们的斗宅。因为我觉得斗宅这个字加上滋润这个字，我觉得神是他的动作是很亲密、很可爱的。所以我在这边跟大家说，快来上培育课程，让神带领你乘着圣灵的风，跟我们一起飞翔到他充满自由跟爱的世界里。感谢神，和谢谢大家，阿们。感谢神的恩典。若我们认识秀慧的话，你特别从去年9月开始之前左右，你会发现她以前非常的消瘦非常的低沉但是心里面有一种渴望，但是不晓得怎么样能够满足这一切。后来她回到我们永光教会也进入培育学校以后并且她也参加我们的晨祷，就发现每一天都有在改变就按照圣经所说的，那渐渐的有神的形象，有神的荣美在他的脸上来不断的散发出来。然后后来我们会看见，我们就很快速的看他发胖了胖得很喜乐，胖得很有信心，胖得很漂亮所以感谢主。如果你现在还在医美的你要加上有耶稣的恩膏的话，那会快速的完成，可以省很多钱，好不好？好，所以我们感谢主有很棒的见证都放在我们的当中真的永光教会，因为我们顺服圣灵顺服神的教导，所以我们就看见神就不断的有这样极美的见证，不断的如云彩般的围绕着我们这是我们可以确信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你已经信耶稣1年以上，你在信仰上觉得怎么都还没有那种感动，还有没有那个感觉，生活调整改变总是没有办法看到有果效的话，那我要说，你勇敢的进入我们的培育学校勇敢的报名进去，神一定会把你的时间安排得很好。因为现在的人，撒旦给我们的一个最棒的理由就是忙，没时间。那到什么时候才有时间你真的要躺平了才要有时间吗？那个都太慢了。所以我们不管你的年龄怎么样，好不好？我们总是可以在信仰上，如果你确信这份信仰是你一生的依靠，是你家庭的祝福的话，那你应该更愿意摆上多一些时间，
不只是礼拜天来敬拜上帝，更重要的要认识他，更深的认识他。就像牧师上个礼拜所讲的，对不对？认识的意思是什么？是我们昨天结婚的新人，他们已经有经历过的，就是同房那种的亲密，能够更多的认识神的话，我相信就是透过培育学校，我们可以得着，好不好？求神帮助我们，赶快报名哦，赶快报名，手上都有，对不对？你看你的周报里面有没有夹着生命更新营的这个资料？哦，牧师在打广告了哈。但是这是对我们一个极大的祝福哦，阿们。好，如果没有的，我们可以在后面，我们赶快来报名哈，然后进入。那如果你一次完以后觉得我还有更多的学习，可以再报名吗？可以的，没问题的。好，这是神国的语言是不断的操练，让我们更精进、更猛虎，这是理所当然的。OK， 好，那这时候我们牧师请大家举起我们的右手来，我们一起来宣告：来，圣经是我生命的保障，人生的灯塔，能力的源头。我宣告，我信心100倍，喜乐满意，我有属天价值，活出美好。阿们，阿们，阿们。今天牧师透过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个做有智慧的基督徒，有智慧的基督徒。除了主日礼拜以外，如果我们有其他的聚会，你也会拨冗参加的，举手一下好不好 ？OK， 好，请放下来，请放下来哈。我们感谢主，上个礼拜不晓得大家过得好吗？如果你有参加我们整个的其他的主日礼拜聚会小组以外的话，我相信你上个礼拜的这个情绪会跟牧师一样，是起伏极大的哈。那昨天我们这里有一场什么？有婚礼哈，对充满了欢乐，对不对？并且我们发现婚礼也是一个祝福布道的时刻，因为潘牧师有问说，这个有读过创世纪第2章的神创造的这个过程的举手，我看大概不到50%的人举手，所以表示说，结婚典礼也是布道的时刻哈，所以我们期待我们祝福这一对新人，因为我们看他们在服事上在交往的过程里面，都看在我们的眼里，他们都很顺服牧者的教导，特别潘牧师有几次跟他们婚姻的协谈都可以帮助他们将来的婚姻都非常的明白怎么样来建立是属神所喜悦的，是以耶稣基督为一家之主的这样的一个婚姻的生活哈。所以我们期待我们要赶快抱金孙，看金孙在这里跑跑跳跳的好不好努力一下好不好？接下来叫你们努力了好我们相信这是很棒的有这样世代传承的一个过程，并且可以看见我们的孩子都可以在这里一起成长，这是最棒的一个祝福所以感谢主。那上个礼拜二我们也有一场在二滨的告别式，是我们流化的音乐家的告别式对于这场的告别式，有许多的人心很不舍看见一位这么的爱主的人，这么信仰坚定的并且神给他一个非常活泼非常荣耀，并且神尊荣他让他能够在全世界透过他的信仰，透过音乐能够成为最棒的见证在他的告别式，我们也发现有200多个人来，并且从世界各方来，有从美国、从英国、从许多个国家来，因为他们的生命都被他所感染的，
被他所影响的，被他所祝福的。所以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女儿，她活出智慧的基督徒的生活。虽然是不舍，但我们感谢主，因为我们知道她回到哪里去。就像神安排她回到台湾，就像神让她有一点感动要回家，然后这条回家的路都非常的顺利进行。最后神也接纳了她，用天使天军迎接她回家，回到神的怀抱。所以在信仰上，我们相信我们可以逾越这，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一切的死亡的关卡。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这2场的聚会对我们来讲，心情的起伏很大，不一样，但是都一样，在基督里找到了生命的价值，找到了永恒的盼望，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感谢主，因为我们永光大家庭，大家可以在这里同甘共苦，一起经历每一个不同的境遇，也让我们每一个不同的境遇，在主的爱里面，在弟兄姐妹的关怀，在牧师的祝福当中，我们一样都能够得胜有余。阿们。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非常重要的。所以就像圣经告诉我们的，上个礼拜我们所读的，我们一起来读。来，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言3章5到8、6节。对的，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一件事情。所以愿神帮助我们。你跟隔壁说，我们有永生的确据。来，阿们。这是我们所相信的一件事情。好，就透过这段经文，牧师跟我们一起来思考，怎么样做一个有智慧的基督徒。第一个，我们要活出尊荣跟诚实来，这是透过今天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来看到的。我们读经计划哇，我们已经到下半年度已经到下半年度了。那我们上个礼拜是读到箴言5到16节。那牧师在保养的那个阶段也落掉了一段但是我现在努力的要把它补回来盼望我们大家一起继续来让我们继续来抄写每天的经句也把它化为食物，把它吃进去里面了那从10章箴言10章第1节开始到22章所罗门的箴言就写得非常清楚总共有375句，并且都是对仗的都是对仗的，所以它不是理论性的东西，它是非常生活化，给我们指引，让我们明白。所以在这里面呢，作者就用了非常特别的，就是反义的平行句所谓反义就是正负正负的部分有一个祝福但是有一个提醒，有一个这样的所以反义的平行句就是义人跟恶人那智慧跟愚昧勤劳跟懒惰啦，爱跟恨，有没有？整个我们在读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有这样的对仗，这样的对仗对我们来讲是极大的提醒所以上礼拜牧师有问说，你有把自己找到从圣经里面给你当做一生的座右铭的，有没有？有的很大声对。我上个礼拜发现还有许许多多人还没有，那很可惜神的话极其的奥秘祝福，那深藏在里面，我们要把它挖掘起来所以你在读圣经读箴言、读诗篇，你觉得哪一句话对你的生命是极大的祝福提醒也可以传承给你的家人、你的孩子的话，那你一定要把它牢记起来，并且你就可以写在圣经里面目前的圣经都有把我周家的家训我个人的服事的态度等等的祝福的这一些经文，我都把它写进去，还盖上我私人的印章，有没有？表达说对
这是我看为神对我的祝福。所以我们求神给我们继续的哦。如果你还没有找到的话，就求神帮助你在读圣经的时候找一句会帮助你。比如说今天的第一句就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哇，有没有智慧跟愚昧就对等的出来了？那你选择智慧还是选择愚昧呢？有时候我们不由自主的会成为愚昧的，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就神的话语就是如此的可以帮助我们。我们看成为基督徒的有智慧的基督徒，他会晓得怎么样用神的话语来营造他的家庭，这非常重要的。所以让我们明白，当我们能够真的实践按着神所说的让父母欢喜的话，那你就成为一个是孝敬父母的人喽。这是神所带应许的一个诫命，所以我们也相信这是你我可以承受神恩典非常重要的神给我们的一个起手式，让我们从家开始建立神的家，建立神所喜悦的，用神的话语做智慧的人，这样的一个选择你我都可以的。所以你要相信，你也要对自己说，我要成为一个尊荣父母的基督徒。阿们。你跟隔壁说，我是尊荣父母的基督徒。来，阿们。做得到吗？正在做吗？对，这是必要的哈，这是成为见证非常重要的，在生活里面我们可以达到的一件事情哈。然后论到钱财的时候，这里也告诉我们说，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这是我们可以看见很特别的不义之财。不义之财取得的话，我们都会被良心道德所谴责的。不义之财对我们没有益处，因为来得快，去得也快。好，但是公义却告诉我们，原来的意思包括诚实，包括德行、仁爱，都是圣经告诉我们，这可以帮助我们脱离生命的危险。哇！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常会说这两句话：钱不是万能，但没钱真的万万不能，对不对？我们需要，但是钱你怎么样取得，关键在这里。你怎么样去用它，也是一个关键。你是成为他的奴隶，还是成为他的支配者，这都关系我们的智慧的选择。那有钱买得到物质，没钱看得清本质，这个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有钱你可以买很多东西，对不对？那你知道吗？因为你有钱，你又很会炫富的话，那你一定会有很多朋友。那这些朋友就是奉承你的，我们或者称他为酒肉朋友都可能。但是如果你没钱，你旁边还有朋友的话，你要珍惜他，因为他是怎么样，出于真的跟你用心交往的，你可以看见哇，这个人的本质本性是什么。哇，所以有钱买得到物质，没钱看得清本质。哇，那很棒。没钱你怎么样看待你自己的生活？没钱你是被打趴，还是你依然有杠杆可以打直？你知道你是行得正的，你知道你是靠的努力，双手在赚钱的。这都是我们可以在生活里面可以很好的提醒。而相对的，面对金钱的诱惑，你是取之有道，还是取之无尽呢？这不是聪明的人会做正确的选择的，这个是要有智慧的人才会选择的对聪明的人，他权位越高的话，也许那个钱的诱惑就越大，最后可能都败在金钱上。我们现在社会的议题
都可以让我们去了解。所以你羡慕有钱的、羡慕有权的人吗？不，你要看见这个诱惑、引诱，有时候是大过我们没有办法去敌对的。但是在信仰上，就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对圣经给我们清楚的了解，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对，让我们成为一个智慧的人，我们用双手来做工应得的，我们就求神的大大祝福我们。阿们。这是你我基督徒的工作观、社会观所需要知道的一件事情哦。所以诚实的殷勤工作是基督徒智慧者他生活的准则，跟他生命的一个品质。诚实殷勤的工作。阿们。你在你的工作上有诚实吗？阿们。好，你在你的工作上，公司交代的、主人交代的，这个我们应该要一五一十的好好做，这是蒙福的。我爸爸用我爸爸的例子好了，我爸爸是一位农夫，他是不止自己耕自己的田，他也会成为帮佣，帮助别人。那一般的人呢，要种秧苗之前，要把那个田灌水以后，要把它抚平，对不对？好，那抚平就有那个水车，那牛在前面那个水车有那个木板的那个一片一片的打过去以后就可以打平。那一般的农夫他们就会觉得我就站在上面就这样子打平过后就可以。但我爸爸不是这样哦，我爸爸看到这个这个用木式的就知道那里有高低起伏的这个在水里面的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会先用人工用锄头把它先铲平，然后再带着牛用水车用那个把它打平这样。那一般4个角落因为牛要转角，这个角落大概有一个地方是没有办法打到的，因为那个很大嘛打不到。一般的农夫不会再打那个弯角，4个弯角不会打，但我爸爸一定把4个弯角都打平。所以在农忙的时候，有一些农夫自己的田地做完以后就没事做了，别人可能不会请他去帮忙做农事，但是我爸爸总是有接不完的工作。因为怎么样？大家知道我爸爸很认真，即便是别人的田地，他也用像自己的田地一样在耕耘这一切。所以也因此带给我家，虽然爸爸是农夫，但是他的收入总比别人高，这是他殷勤工作。所以我家的牛，我也说过人家都买水牛，我家是买黄牛，黄牛比较壮，水牛当时候大概3万5，黄牛是5万5，你知道吗？那就不一样了。水牛比较没有力气，蓝心，黄牛就很厉害。这是我家的经验，我们就是看见爸爸就是他用他的信仰，用神给他的智慧来经营家，经营他的工作。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说，来，我是诚实又殷勤的基督徒。阿们，阿们。对，所以不管你做哪样工作，你诚实又殷勤，你一定可以得到神跟人的祝福。阿们，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咯。好，接着我们来看这里有告诉我们说，义人的纪念被称赞，恶人的名字被朽烂。他这里谈到义人，意思就是说，有智慧的人，他的眼光是长远的，他不是短视的，他不是求尽力的，不是的。如果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的话，你对你的家、对你的工作，你应该看得远，你知道你未来可以怎么样，你可以筹划，然后把这一些交在神的手中，并且你应该用永恒的价值来衡量，用永恒的价值来衡量你手中所有一切，你的环境所有的一切，你应该要说，
这跟永恒有关系吗？这可以存到永恒没有？这个很重要哦。好，这个非常的重要。基督徒，我们跟一般的人的价值观不一样，就差在这里。一般的人就是以现实的，但是我们知道今生到永恒，这是我们必须要经历的。所以愿神帮助我们，我们用短暂的，用今生的努力来让永恒成为我们的祝福，这才是基督徒智慧的一个选择。所以愿神给我们在这里能够明白，他说心中智慧的必受命令，口里愚妄的必致倾倒。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行正直的路，那步步安稳，走弯曲的道路的必然是会被败落的哈。是，所以我们应该说，对，求神给我们能够来了解，成为基督徒，我们怎么样走得直，行得正呢？乃是因为我们用神的话语的真理为我们的准绳，好，用神的话语，用神的真理为我们的准绳，我们就能够行在神所喜悦的道上，并且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好，有一颗受教的心，愿意在这里学习。没有一个完全的人，没有，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小毛病、不足的地方。然而这一切，我们如果开放自己的话，能于接受别人的指导，我相信你的朋友越来越多，我也相信你越来越趋向神所喜悦的，而神的祝福必然在你的手上能够不断的被建造起来。所以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的一生当中都有教会的生活来帮助我们，成为我们的遮盖，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你跟隔壁说，我行得直，坐得正。来，如果你行得直，坐得正的话，你晚上好不好睡觉？对，你对得起神，对得起人的话，你一定好睡觉。那潘牧师有时候不好睡觉是什么？他行得直，坐得正，是因为他把许许多多的重担都放在他的肩头上。爱我们的弟兄姐妹都一直想怎么样可以帮助，怎么陪伴谁，哪一个人需要再多一点的关怀，这是他天天的工作所以真的有一点不舍了对，所以但是成为丈夫的他，我知道他做的是最有价值的。我不舍的是怕他的身体跟健康，但是我也会交托给神，对不对？对，这是我们在服事上所看见的。真的我的老师董牧师他们回去美国了他们这次回来台湾就医，在台湾4个月。他以为想说4个月可以跟我们有很多时间可以聊天，可以分享。你知道吗？4个月我们见几次面？我们坐下来吃饭1次，就1次。讲话呢，在电梯门口遇到，讲话2次。其他的就是 LINE。或者短暂的用来讲一些电话，他们发现说你们太忙了，你怎么那么忙？这样不行啊，身体会累垮。但是我们都跟他说不，我们很喜乐，因为我们知道这是神最喜爱我们做的，神也一定会保守我们所以老师你们放心。他回到美国就跟我说，我回到美国才知道我在台湾也跟你们一样那么忙。但是我回来不忙了，我来骗孙那里安尼俩每天运动走路就这样。他说回到美国的生活跟台湾的生活完全的不一样不管怎么样，我相信这是神喜悦我们的话，我们的生命那个意义，就因为我们愿意摆上付出，就更大的祝福我也看见许许多多的同工跟我们一样昨天我们的办公室潘牧师11点多回去。12点，他说12点回去。我们的同工办公室的同工也12点下班。
他们也很乐意的陪上，但是我们是常常赶他们回去哦，赶他们回去哦，不是说哦你们留下来就是最好不，但是他们就是这样很乐意的服侍，可以亲密在一起，觉得这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哈。所以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帮助我们，让我们为什么喜欢留在这里，乃是因为我们彼此那种的相爱相喜啊，可以享受到神的祝福在我们当中。所以如果你来永光教会，你没有享受到这个喜乐，是你的什么遗憾，对不对？那我也相信你融入在我们当中，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神所祝福的地方，让我们的口就成为一个祝福的出口。阿们。好，所以最后这里有一个总结，就是第12节说，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是的，这是我们在教会在神的手下硬币之下我们应该会做的。所以我们看聪明人跟愚昧人在这里可以分别起来。如果愚昧的人，他们会抓着别人的把柄，会抓着你的把柄，借题来发挥，打扁你，然后让自己觉得你看我多高尚，这是愚昧的人所做的。因为他一这样的话，我相信如果可以斩断关系，我们一定跟他斩断关系。对。但是如果聪明人、智慧人，他就会看见，在团体里面还是有一些的问题是理所当然有的，但是他会看见背后的意义是什么，背后是谁掌权，背后如果是恶者的搅扰的话，他会用祷告来面对，他会成为一个捕破网的人。这是一个智慧的人在团体里面所扮演的角色，他会用爱不断的付出，让这个团体更能够彰显出一个和谐来。这是我们看见我们教会的铁三角，他们都是用这样的一个态度来面对我们有许许多多层出不穷的问题。所以我们感谢主，神给我们永光教会就是如此的从爱里面去经历到神的同在。所以爱跟恨对牧师来讲，爱就好像甘美的活泉一样的，恨就像臭酸的污水管一样，有没有？哇，如果你要不晓得污水管是什么呢？你把你家里的那个洗碗的那个水槽啊、琉璃台啊、那个什么那个东西拿起来，你看里面就知道，有没有？如果你很久没有清洗的话，那个味道都有出来了。但是如果你是用爱，你的口是发出的是爱的话，那你会看见人们很喜欢跟你在一起，因为你是有建设性的，你是带着祝福的，你的话是带出能力来，是从主耶稣基督那里学习得到的。所以愿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你的话都是甘甜的。阿们。你跟隔壁说，你说的话都很甘甜，来。阿们，阿们。那你的口要成为甘甜的水泉，对不对？阿们，这是理所当然的哈。对，那这段经文也许我们就可以用来当我们的整个基督徒的一个体检表一个对仗在这里，对不对？反义的用法，智慧的愚昧的这个等等，这一些我们都可以来思考。那用这一些来思考，因为这里有涵盖了对家庭、对言语、对工作、对财务、对关系的这一些的评量。那你有这些评量以后呢，你就把你所担忧的、你所忧虑的也把它列出来。你对家庭担忧的是什么？很操心的是什么？你的工作怎么样？家庭的财务、个人的关系怎么样？你都可以把它列出来。把这一些的担忧都列成一个忧虑的清单，然后再把这个清单转化为祷告的清单，交托给神，求神除去你一切的忧虑，依靠他可以得胜有余。阿们。并且这个祷告的清单你还要再做一步，就是要把它化为行动的清单。
你就想说这一些有哪几个我可以立即有行动，或者用什么话语，或者用什么的表态我的态度就可以解决掉的，那你应该凭信心立刻的去做，你就会发现你的忧虑可以不断的把它减少，你完成的交托的你就把它杠掉，阿们，你就会发现你生活就会越来越清神，那好不好？这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哦。我们来读马丁路德所说的话，来，既然忧虑，那何不将它变成祷告呢？棒不棒？忧虑75%以上是不会发生的，但是我们先忧虑哈。那施布真牧师他怎么说？我们也来读来。忧虑不会夺去明天的悲伤，它只会吸干今天的力量。因此，把你的忧虑交托神吧。阿们。他说，忧虑不会夺去明天的悲伤啊，忧虑只会让你更悲伤，甚至它会吸干你今天的力量呢。哇，这样的一个负面的东西，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凭信心把它交托给神。阿们。对，我们一交托一祷告，用行动来完成的话，你就会发现你清神的生活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为你所预备的，而且你越清神的生活，你就越有时间空间去关心去关怀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小组，这是我们可以一起经历的哈。所以愿神让我们明白，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可以就是他能够把握一个教会的生活。教会的生活就是说，从出生到最后送别，有没有？整个全程的、全人生的都包含在教会的生活里面。那不管你现在的境遇是什么，你面对的是什么，你的挑战又是什么，你都可以在教会的生活里面依靠神，有教会的遮盖，有信心可以全然继续往前走，那好不好？那是最棒的一件事情。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我们这个礼拜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也相信这是我们所必要的。所以基督徒的生活，一个智慧的生活，就是主日礼拜、11奉献、小组生活、诚恳祷告、培育学校，这5重的祝福，你我都应该继续把握好。就是愿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来到这里能够继续过一个得胜的日子，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刻。阿们。感谢主哈。OK， 好，所以你可以凭信心跟隔壁说，无论在地或在天，我们都是一家人。来，无论在地或在天，我们都是一家人。阿们，好吗？你看，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有300-400个都是家人了，好不好？在社会不同的行业，在家庭结构都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可以经历一起同喜乐，一起同流泪，一同抱抱，一同珍惜每一个时刻，我们都可以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来经历，那就是一件最棒的事情了。阿们，阿们。好，我们最后来读今天的金句，来，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患。10章12节，再一次来，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箴言10章12节，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都成为有智慧的人。你觉得你是有智慧的基督徒，举手一下好不好？要自己宣告咯。阿们，阿们。OK， 我们请起立，我们一起来读来唱这首诗歌。你是爱我的天父，绝望中你仍然不
实的天父，我依靠你。我们更深入来敬拜他，交托给他，交托给他。你是爱我的天父，绝望中你仍然不停地运行。你不愿我停留黑暗中，不停追寻我，直到我的自由。你是我患难中唯一的力量，患难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我呼求你日子，你必拯救我，信实的天父，我依靠你。阿爸父，我是尊贵的儿女，你教我如何用全名称赞。阿爸父，你用笑脸帮助我，我所有的造主为祝福。阿爸父，我是尊贵的儿女，你教我如何用全名称赞。阿爸父，你用笑脸帮助我，我所有的造主为祝福，成为祝福。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患难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我呼求你日子，你必拯救我，信实的天父，我依靠你。我呼求你日子，你必拯救我，信实的天父，我依靠你。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称呼你为我们天上的父亲，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切都从你而来，一切都在你的手中，并且我们的永恒是借着你连接过去的。所以感谢你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所流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的污秽，可以承担我们一切的重担，让我们的忧虑愁烦都可以全然的卸给你。主啊，今天早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成为一个有智慧的基督徒，让我们选择的是你所喜爱的道路，好让我们的口带出的是甜美的话语，成为家人的祝福，成为弟兄姐妹的祝福。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砍断过去那一切缠累我们的，已经跟你同定十字架了，不再被恶者的谎言欺哄，以至于我们不断陷入在泥沼当中。让我们挺起摇杆来，走在正直的道上，让我们成为诚实又殷勤工作你的孩子。感谢你，你必大大祝福我们永光教会，让我们每个永光人都经历从你而来给予的智慧所带出极大的恩典跟祝福，并且是恩上加恩，利上加利的，并且是有属天跟属地丰盛荣耀的产业的。谢谢你听我们祷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弟兄姐妹，请坐。奉献是回应神的爱，也是信心的行动。请我们以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施恩作见，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生命触摸，重新的力，多拿出恩诚心所愿，但是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分别为神归于你。今日道主，施恩作见，谦卑兄姐，请起立。活泉，生命触摸，重新的力，都拿出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分别为神归于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分别为神归于你。兄姐，请坐。事工分享，请潘牧师。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刻，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这个礼拜的导读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请。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箴言16章9节，再次来，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好，上面红色的字，我们来念一下来，请。箴言16章，哇，你嘛知影迄要读台语啊？啊，有进步了，很棒哈！这语言都是神所赏赐的。好，接下来啊，我们非常的高兴，昨天呢呀有非常美的婚礼在这里哈。是，所以我们很熟悉的嘉佑，好这一对呢是刚出炉的新婚夫妻，好嘉佑来，请嘉佑还有他的太太陈太太，感谢主哈，请坐。昨天下午这样忙了一整天哈，他们到昨天晚上还回来参加青少年牧区的聚会。那他们两个彼此在青少年牧区服侍，他们就觉得非常的甘甜。昨天晚上即便很累，但是呢，那爱主的心胜过那个疲累。他们回到牧区，一起跟这些青少年聚会。弟兄姐妹，这个精神就是我们所要学习的。哈利路亚！因为你可以服侍的，表示你很有荣耀。不是等有空才来服侍神，你越没空的时候、忙的时候，你来服侍神，越显出你是带着神的荣耀的。阿们，感谢主。好，再接下来，
那我们的长执会呢，下个礼拜来举行小组长，每一位都要来列席，因为呢，我们这一次的幸福的启发小组，我们要听我们小组长的分享，在这12周当中我们执行的状况。好，所以呢，我们的小组长要来列席参加。好，接着关怀部呢，等一下要来开会，留意时间。明天开始，我们儿童牧区的家长、还有老师以及儿童们加上青少年来协助做辅导，总共有57位哈，他们要到司马县，在那里有露营，在那里有有很多的学习，所以我们特别要为他们明后天这3天的时间持续的为他们祷告，持续的来纪念他们，也让他们在那里身体都得着健康。还有那边的蚊虫很多，我们也为他们的皮肤祷告，让他们都能够抵挡那些的蚊虫。但是呢，在那边真的是你看到上帝的创造非常的天然，所以到那边应该就成为像伊甸园一样好，再来，那这是我们的幸福启发，总共第13周了。好，我们看一看每一个小组，你看一下你的小组一下。每一个小组都有非常美的一个布置好，再来，刚刚周牧师有提到我们的秀慧他的见证他是从培育学校的领袖班毕业，所以呢接下来8月底呢，我们又新的一期开始了，所以呢报名早鸟价呢是到7月24号，所以呢我们在永光教会里边，你已经受洗的。好，还有就是你从别的教会转籍过来，或者是你还没有上过的，你是外会的弟兄姐妹永光教会之外的弟兄姐妹，你对这个生命更新，你对圣经想要更多的认识想要更多认识灵性的部分，都可以来报名参加。好，再来是我们的儿童牧区跟青少年的娃儿们，注意这个奖励金的申请时间。好，再来我们的导读，好，大家再持续的加油。好，那下午呢，等一下牧师呢要到树林教会，牧师有一个就职的典礼，所以牧师呢要去服侍讲道好 ，OK， 再来，好，刚刚牧师有讲了是在司马县。好，那再来这个是青少年牧区，他们在上个礼拜的一个聚会上帝也大大祝福。这是所以呢我们青少年如果在家里面有青少年的儿童，还有青少年这些少年团契，一定要介绍鼓励他们来到儿童牧区或者青少年。好，所以这是昨天的聚会。昨天聚会呢特别邀请了彩琪姐姐，彩琪她就是跟潘恒宇同期的，她呢特别为她小鱼的告别是从美国来到台湾参加呢。昨天晚上呢，她第一次回到我们的青少年来跟这些弟弟妹妹分享所以她在青少年因为这样建立了一个对未来的一个眼光跟充满了信心，所以呢她在她的生命里面有很棒的见证。好，再来是我们的央青，在7月18号，他们有种下花艺手作。所以呢我们弟兄姐妹，你如果邀请拜师的他，欢迎你来参加，这是非常享受的一个手作时间。好，接着下一个牧区呢是玉喜，他们要到南洋的动植物王国，在那里有出游，所以呢我们一样可以邀请新朋友，然后呢我们可以来参加。那玉喜牧区的自己的弟兄姐妹呢我们就要完全的参与在这个牧区的活动里边。那别的牧区的话，你要邀请新的朋友再加入、再参加在这个活动里面。好，再来豆豆牧区呢，他们也要到这个绿意庄园在那里这个也非常的美，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来报名，在8月15号。好，接着好这个呢是一个新的消息。我们永光教会有开办我们的协会，那我们现在呢跟新北市政府的社会局这边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所以呢我们在7月20号
我们的协会呢要正式开办这个社区的据点。那这个据点呢，就是 for 我们的长者哈。那它的时间是礼拜一的早上9点到12点，礼拜二的下午1点到4点。我们的社区朋友还有我们的长者你都可以参加。那这个据点呢，我们为了能够永续经营，所以呢，我们参加的人我们会给他收300元的保证金，好，所以呢，这样子让我们在人员还有在整个物质上面都会有一些的管理哈。所以呢，我们的长者或者是你的父母亲他没有来教会，你可以邀请他来参加这个据点。这个据点就是要跟我们的社区福音工作连结，好。所以是神所赏赐给我们的，我们一起来为这个据点，大家来努力来祷告哈。好，再来好，那这是我们的吴文章弟兄。吴文章弟兄我们可能没看过，但是呢，他在上个月他受洗了。吴文章弟兄就是我们的恩慈还有心爱的父亲。好。吴文章弟兄，那定在7月14号上午9点，在2滨要举行告别礼拜。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见证会，透过告别礼拜，再一次来见证吴文章弟兄他过去没有信主，然后呢到后面的生命这一段，他怎么样来信主来受洗，这个一个极大的转变，可以说是神迹。所以呢，我们特别为恩慈还有心爱他们的家来关心他们，并且我们也播这个时间，把时间播出来，我们来参加这个告别礼拜，一同扶持这个家庭这个家族，让他们能够更多的认识神，让这个家族更多人来领受福音。阿们吗？恩慈跟心爱在这个家族里面，他们家族没有人信，但是他们2个姐妹非常的热心，并且呢真实的把他们的爱分赐到家人里面，所以家人有所感动，所以他的父亲他就受洗哈。好，所以这个时间我们也把它记起来。好，我们心爱跟恩慈有在这里吗 ？OK， 心爱恩慈，好，那。好，没关系。好，再来呢，我们要为弟兄姐妹来祷告的是我们的丽安在高雄，然后为美惠姐还有玉珍姐弟兄姐妹，还有我们自己小组的人，我们都每一天都提名为他们 RPG 的祷告。牧师呢，这个礼拜看到 RPG 的祷告的人数有一些比较少所以我们的小组长铁三角，我们一定要落实，让我们每一个组员都有固定的 RPG， 让我们的生命在 RPG 里边能够不断的充满活力跟健康。好，接下来，好，这是姐妹，不是弟兄。是 OK。好，我们来介绍一下好，高路德姐妹，路德，欢迎你。好，OK。好这是圣经里面的路德，不是马丁路德啦好，路德，那他是研究所的北科研究所2年级的学生，所以他现在在台北读书，所以他呢也住在这中永和附近，所以我们非常的欢迎路德可以加入我们青少年好，再一次的掌声欢迎我们的路德。好，再来郑玉祥在哪里？荣誉的誉吗？OK， 义祥。好，义祥在哪里 ？OK， 好，上帝也祝福你。明威的女婿 ，OK， 很棒，欢迎你来，上帝祝福你好，义祥，好，那这2位呢，我们请跟着我们的迎宾同工呢，教会有礼物要来送给你们，也认识你们一下。好，跟旁边的弟兄姐妹跟他提醒你说，下个礼拜我们要回到教会一起敬拜神。还有一个，我们现在呢，牧师发现我们迟到的情况比较严重，是不是因为没有电梯可以坐，爬楼梯速度减慢？OK， 好，我们做很多的事情，我们都知道要准时，这是一个美德。我们跟神的敬拜
更要准时，阿们吗？甚至是提早来这边预备祷告，灵里面的预备啊，让我们能够跟神的对焦是更对齐的哈。好，跟旁边你跟他说，敬拜要提早。好，我们的小组长也来留意一下哈，鼓舞我们的组员。我们这个时刻，我们一同来彼此祝福，请起立。一起来，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用你最大的喜乐来向旁边的人祝福。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向左向右转，耶！来，耶稣爱你，把你的眼光看远。围绕你，哈利路亚。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我们依然站立，请主任牧师来为我们祝福的祷告。愿上帝将他的恩典跟智慧赐给你们，让你们天天活在他的喜乐跟祝福当中，更愿圣灵引导，让你们走在神的光中，并且活出美好的见证，让你的家成为敬拜的家，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大家平安，上帝祝福我们，请坐，下个礼拜见。星星月亮，绽放光芒，赐我气息和大